来看这几天哦，民众拢赶紧要注流感疫苗，卫生所、诊所是拢排队排到落长。咱来看台中，因本地嘛按说要伫灯会来设注射站，也毋过因为公费的流感疫苗无够，只会当来先注其他的疫苗。另外伫高雄哦，阁有公费流感疫苗通注的诊所嘛无济咯，也毋过目前哦，自费的流感疫苗阁有40万剂，所以有袂少民众就改注自费的。 民众伫台中市中西区卫生所外口排咧排到落长，就是为着要注流感疫苗。要出国，用在快注啦吼。嘿，较保养。这10点流感疫苗就注完，民众是继续排队改注新冠肺炎疫苗。台中市府统计，这2日流感疫苗注超过15000剂，医药平台先关起来。本地要伫元宵灯会提供的流感疫苗、新冠肺炎疫苗、肺炎链球菌疫苗注射服务，但爱调整。 如流感疫苗届时用罄，仍会于疫苗接种站持续提供新冠疫苗、13价及23价肺炎链球菌疫苗。高雄同款有袂少人要注流感疫苗，坚定这间诊所也未8点就有人来挂号。我刚刚打去大医院问，自费跟公费都没有了，下个月要去日本。 这诊所公费疫苗用尽，民生病院干那20支嘛做一个注完。诊所表示，公费疫苗特别用了，自费的按算伫这礼拜嘛会注完。台湾是没有缺药的疑虑的，所以其实只要你真的有就医，我们都可以及时的投予这样的药物。重点是最好是在48小时内，2天以内可以投予。那5天内给药，其实都还是可以很有效的降低这个重症的那个几率啊。 过来这2礼拜新增加142站重症，25件死亡病例。不过医生提醒讲，过来治疗流感的药啊有够，就算无注到预防针，嘛会当挂喙罨来保护家己。民众唔免伤过惊吓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